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每回若到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国情真正就想起讲，也是有足侪人无法度倒转去到厝里，甲厝里的人团圆。像讲消防队的队员嘛是爱同直，像讲你去听演唱会，现场有真侪警员嘛是伫遐伫咧无闲。啊，国情又原来想起人咧讲台语，挺好读汉文、读汉诗。以早唐朝时代就有一个名诗人，伊捌伫咧过年暗无倒转去厝里，捌写一首诗，讲伊住伫咧石头野即个夜馆、旅馆，伊的心情的变化。内底诗文安尼生伫咧讲：旅馆随上文，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寥落笔尖书，支离翘初心。秋颜已衰鬓，明日又逢春。见面头一句，伊讲旅馆随上文。我住伫咧即个石头野夜馆内底，有啥物人来探问？为就是敢若即拍寒冷的孤灯，甲我亲近。啊，我因为人出外，要上京去赴任，要去外位，去当直，去做家己朝廷所交代伊的头路。伊只好无法度讲倒转去厝里，甲亲人相逢。毋则讲过来诗句，伊写讲一年将尽夜，一年到呾已经要结束，就是今仔日即个暗暝，万里未归人。我离家己的家园万里的遥远，当然即个万里是一种表示，到底偌远我嘛无才调去断定，到底我离厝里的人，迄个心肝偌遥远，我嘛抓袂真，所以我是万里的未归人。啊，佫刷落来，诗句伊讲：寥落笔尖书，支离翘初心。即句寥落，就是讲吼，已经离落了。亲像讲文天祥，伊过去嘛一首诗，讲辛苦造行去已经，艰苦寥落四周生。这首诗讲到尾啊，就是足出名迄两句话，讲人生自古随无数，留处丹心照汗青。即句寥落。文天祥咧写艰苦寥落，就是讲江山已经互对方已经互敌国拍甲离落啦。啊，戴叔伦这首诗咧讲寥落笔尖书，回想我过去的往事，真正脚步沉重，真正坎坷坷。尤其后壁这句，伊讲支离翘初心，我这身躯已经破碎，已经行来到这，袂是讲伤痕累累共款。毋过虽然是秋颜已衰鬓。我鬓角已经衰微，我的面容已经忧愁。加在明日又逢春，明仔载就是新年新的一天，又原来产生新的希望啦。